这边齐聚一堂，大家来切磋球技。那我们大国杯已经今年迈向第57届那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运动的赛事。那大佛代表着我们彰化的文化的象征也是一个运动家精神的传承。那我在这边预祝我们大会顺利成功，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陈主任秘书。那接着推运致辞，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彰化县政府参议？李先生，还有所有的选手，还有所有的贵宾，仅代表彰化县黄县长来参加这一个来跟大家问好。让这第57届我们这个大佛金像奖的这一个软式网球锦标赛，不仅刚刚陈主任也介绍过了是一个富有历史的，而且来自各地我们的这个软球的好手软式网球不是软球我们这个软式网球都是我们台湾一个在国际赛事上一个强项刚刚看到各位在比赛中也中断了，但是看到各位小朋友们、年轻朋友们这样的一个好的身手尤其是一连串的国际赛事，我们最近都可以看到台湾这些英雄都出少年。我相信大家保持着这个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精神来参与这个比赛，让我们这个软式网球更加普及。也预祝我们今天大会能圆满成功，各位都得到好成绩，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陈参议。